维吾尔人强制返回伊斯坦布尔，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和土耳其民众对东突厥斯坦问题的关注，而从伊斯坦布尔步行前往安卡拉的一群维吾尔族人，通过20天的跋涉，到达了安卡拉可兹里扎哈马木县。但他们在安卡拉入口处被警察拦住，好党籍议员法赫日丁优库什先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与警察进行妥协，最后警方不允许他们步行进去安卡拉，并安排官方公共汽车将他们送回伊斯坦布尔。蔡英文希望国际社会协助台湾。随着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台湾总统蔡英文希望国际社会协助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台湾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重视，而且能够替我们发声来协助台湾。蔡英文说，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如果台湾面临这样的情况，国际不替台湾发声，不协助台湾的话，我们要问下一个又是哪一个国家呢？中国和巴基斯坦加强合作。据报道，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联合反恐作战演练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博比国家反恐训练中心举行。中巴陆军联合反恐作战演练旨在探索重要目标防卫的模式和方法，为中巴两军特种部队提升反恐作战能力积累宝贵经验。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犹豫不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撤走美国军队2个多星期后，目前仍没有如何把这些美军撤回国的路线图。特朗普说：“我们将非常强悍地离开，我从来没有说过快撤或慢撤。”特朗普曾说过，美国部队将从伊拉克北部的空军基地返回其他地方或家园。黄甲星运动在第8周，在法国的各个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黄色甲星的行动。这些行动始于燃料价格上涨，以及后来提出了法国总统辞职的要求。警方对黄背心的行动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警察阻止了想要走向国民议会的示威者。一群想要放慢警方干预的积极分子再次放火烧垃圾箱。